家好，我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是我的家鄉蘇澳。我即馬伫咧蘇澳的車頭。蘇澳是一個伫宜蘭的上下骹的一個小鎮。伫過去1980年代以前，火車未到花蓮的時陣，蘇澳車頭是一個上尾站。到遮要去花蓮的人，就一定爱坐火车来到遮。来到遮的时阵，一定爱搁搬车换金马号客运来去花蓮。所以其实苏澳有一句俗语叫做火车行到苏澳，意思就代表是真棒。火车行到苏澳真棒啦。因为过就无路啊，过就要去海底啊。因为1980年代去北回铁路的时阵，就决定讲要为前一站的苏澳新站，苏澳新车头迄个所在，要为遐甲即个铁路接去花莲，所以火车就无入来到即个苏澳车站、苏澳镇内底。所以其实这是介可惜的，嘛是因为安尼，苏澳才渐渐稀微去。好，安尼咱带大家伫车头附近行一下。即马带大家来到这苏澳车站的尾啊，有几块即个看板，即个牌仔顶悬有写一寡有关金马号客运的历史。金马号客运伫1980年代进前，是足重要的交通工具。伫咧台北人因迄当时要去到花莲的时阵，还无火车通坐，迄个时阵北回铁路还未开通，所以一定爱来到苏澳搬车，坐金马号客运去到花莲。迄个时阵呢，金马号客运是行即个苏花公路。即个苏花公路其实迄个时阵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只有一个车道尔，所以早时去是为苏澳出发，大家拢是所有的车班拢是为苏澳过遐，下晡的时阵才换方向，换迄边的车班转来苏澳安尼。迄个时阵呢，司机有甲咱介绍过，伊咧开即种车其实是足危险的，只要无细致，有可能就会跌落去即个坎，转月的时阵西湾的时阵，其实就会当看到，迄个海就伫下骹安尼，所以是足刺激足危险的一个工课。金马号客运上界有名的，应该就是即个金马小姐，大家应该拢有听过。这金马小姐，迄当时就是伫车顶，拢会穿即种蓝色的套装，伫车顶，主要就是会服务人客比如讲倒茶啊、添茶啊，也是会送报纸啊，做一寡工课安尼。会当看到这金马号客运顶悬，阁有一个即只金马想要反攻大陆迄种意识形态，伫即个 logo 顶悬。过来要来甲大家介绍咱苏澳上有名的，就是冷泉。我即马伫的所在是阿里山冷泉。其实阿里山即个名，过去嘛有一个历史，伊是一个伫台中的一个原住民部落。因搬山过岭，来到宜兰，有伫三星、罗东，最后来到苏澳。即马就带大家来看卖咱苏澳的冷泉。好，即马大家看到的，就是阿里山冷泉，大家泡冷泉浸冷泉的所在。大家咱看到即个水，其实是为涂骹即个石头棚内底，即个气泡一直冒出来，因为咱遮的冷泉是天然，为涂骹内底自然冒出来的，冒出来的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。其实咱苏澳人主要咧讲冷泉即个物件的时阵，伊袂讲是冷泉，主要大家拢是讲风水，嘛袂讲泡冷泉，会讲洗风水。第一部分是即个风水，伊其实内底无硫磺啦，成分内底无硫磺，主要是即个因为内底有铁质，有迄个矿物质的气味，所以大家闻到了准讲是有风的气味，所以就家叫做风水。第二个部分是即个洗即个动作，其实伫较早的人
即个冷泉毋是摕来泡的，毋是摕来享受的，是生活的用水。所以伫咧使用上，主要是摕来洗身躯、洗喙、洗面、洗菜，吼，主要毋是摕来泡的。嘿，这就是当地的一种常民的生活。即摆带大家来苏澳的另外一窟冷泉，这窟冷泉叫做岛屿冷泉窟。嘿，为什么叫做岛屿冷泉窟呢？主要是因为过去伫这个所在有一个伙仔是咧做豆子的产业。哦，豆子就是甲豆腐拍打，拍打以后呢，才摕来做成即个豆子吼，会做往来口味的，也是原味的，拢有。过去即窟的水摕来洗黄豆，哦，咱宜兰人讲黄豆，嘿，即个伙仔阿嬷嘛有甲我介绍过，咱遮有一句俗语叫做“咱遮做豆子，下港做大水”，即句话其实就有伊的道理的吼，因为做豆子的时阵，通常拢是伫咧5、2节，一直到即个伫要入秋的进程。其实这段期间伫下港的所在吼，台湾的南部，通常拢是咧做大水的时阵。其实豆子的即个字，有的所在腔口会念做豆乳，若是念做豆乳的话，就无压着即句的韵啊。所以其实咱遮做豆子，下港做大水，即句话除了有伊的道理以外，伊阁有压着即个宜兰腔的即个字的即个韵。好，其实咱苏澳阁有一项最有名名产叫做拉姆内，其实这是迄当时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到苏澳的时阵，发现冷泉内底有大量的气体。所以就抽水内底去，做灌入去水内底，阁加糖、加柠檬，所以就做成这个拉姆内这种物件。即马就来啉看卖，啉拉姆内有一个秘诀，就是爱用正常用手啦，吼。毋过即马都用这，甲这珠仔，甲伊饲落。哇！伊就会转出来，就敢若冷泉的款。安尼就会使啉啊。